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4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特朗普的关税。特朗普的叫关税核弹。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特朗普对全球很多国家加关税，这叫关税核弹。那特朗普这个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国外的专家是怎么说的。这个惠誉全球3大评级机构，它的一个首席经济师叫布莱恩·库尔顿，他在接受财新专访的时候谈到了美国全面征收关税以后，全球经济将面临的困境以及新兴市场的应对选择。他这个专访还不是说特朗普宣布关税以后做的，是特朗普宣布关税之前1周，他是接受这个财新的专访。4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一系列对等关税措施引发全球市场剧烈震荡。我看今天外围市场主要股市都在暴跌，连美元指数也在暴跌。外界目前纷纷关注，在特朗普试图使美国经济重返19世纪的背景下，他的关税政策将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对于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又将如何应对这一冲击？这库尔顿他对这个财新记者表示，他说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如此迅速提高关税，将把全球带入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说实话，从我的角度来看，特朗普这次这个加关税和他这个7年前对中国加关税不可同日而语。这次加关税纯粹是一个贸易战，一个是引发全球经济动荡这么一个措施。库尔顿说，他说全球贸易战的背景下，受到冲击最大的国家将是那些与美国贸易敞口很大的国家，比如加拿大、墨西哥和越南。对中国和欧洲的影响也非常大。库尔顿认为，美国经济短期内不至于立即陷入衰退，但在关税政策冲击下，今年美国经济放缓是大概率事件。同时，关税又将带来通胀的上升，这将增加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难度。这下美国更是两难境地，他想降息，那你这个关税战导致美国的通胀加剧，他又没办法降息了，反而有可能还要加息，因为他抑制通胀。库尔顿对财新表示，特朗普第2任期内的经济政策的主旨之一是进口替代，也就是美国国产化，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将美国经济从消费驱动型调整为生产驱动型，让美国企业更具竞争力，增加其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并减少美国居民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库尔顿对财新表示，特朗普政府将振兴美国制造业与国家安全相提并论，这需要引起各界认真对待。而且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提高关税税率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他们认为这样能把美国制造业带回美国。这个财新的记者就问库尔顿，他说，你曾在报告中提到过未来将会有全球贸易战。库尔顿说，全球贸易战已经开始了，这已经不再是预测，而是目前世界的写照。贸易战已经开打了，因为全球其他国家一定会反制美国。小国没有议价能力，也只能随波逐流，但是一些大的经济体，比如欧盟，比如说墨西哥、加拿大，还有中国，它一定会反击。美国的关税税率已经出现自1929年以来最大幅度且最快速度的提升。我们预计美国有效关税已经从略超过 2% 提高到 8% 以上。目前为止，美国已向中国加征2轮 10% 的关税，且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有效关税提高至 12.5%。 另外，我们还有钢铝方面的关税。考虑到所有这些关税，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保护主义的大幅抬头。现加拿大和中国已经对美国关税实施报复，其中中方行动仍然相当克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出口国，在如此短期的时间内做出这样关税改变，并遭到2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他说我们也就是美国已经陷入一场真正的全球贸易战。接下来美国对欧洲征收相当广泛的关税，欧洲也会报复，我们已经处在贸易战之中，这不是预测。这个财经网说中国或是欧盟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全球贸易战，其又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这个库尔顿说啊，这将对美国以外的国家造成负增长冲击，最严重的冲击将发生在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他说，越南也是对美国贸易风险敞口非常大的国家，中国和欧洲必将受到较大影响。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关税，其出口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下降，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将实施报复性措施，对美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如果这些国家选择不报复，那么在货币政策方面，他们将有较大的空间以缓解关税冲击。降息会导致本币贬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将抵消关税对其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你看，咱们人民币已经开始贬值了，美元指数在降，咱们的汇率现在已经涨到了 7.3， 也就是人民币还在贬值。这个库尔顿说，他如果这些国家选择不报复，那么在货币政策方面，他们将有较大的空间以缓解关税冲击。库尔顿认为，在一些国家，我们将看到这样的情况：欧洲央行持续大幅降息，已经低于中性利率。那中国是不是也要择机降息？这个惠誉评级对中国的预测中也包含了更多的财政宽松政策，这将创造更多的国内增长来源，抵消更高关税的影响。因此，在汇率走弱的情况下，宏观政策也有宽松的空间。在一个国家对关税政策采取报复性措施时，情况更加复杂。例如，加拿大大幅提高了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这将推高通胀压力。即便加拿大经济更加疲软，但由于实施关税报复，他们仍将面临更高的通胀，这使得货币政策应对更加复杂。他说，总体而言，我们或将在其他国家看到宏观和货币宽松政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关税影响，但我们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必将放缓。那么美国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对美国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这个库尔顿说，美国的消费者会面临越来越昂贵的商品，但是美国消费者他的收入未必会增长，甚至有可能还要下降，但是他所买的商品是越来越贵。他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反映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供应，而现在这种供应会减少。我们不认为受到关税影响的国家出口商将主动降低价格。近期一些贸易数据已经显示，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已经开始上涨，这些关税成本将最终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美国进口商或通过压缩利润空间，从而吸收部分成本，降低进口商品的销售利润率，但这不足以完全抵消关税的影响。未来这将推动美国的通胀，影响消费者，其实际收入也将由此下降。那美国人不得不面临收入下降，但是他的生活成本还在提高。不知道到时候红脖子铁锈区的那些人会怎么看待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他的关税政策。这个财经网问，他说，特朗普能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吗？这个库尔顿说，特朗普政府对此非常坚定，既要重振振兴美国制造业，扩大其规模，提升其在经济中的作用，增加其在就业市场的地位，并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然而，惠誉评级并不认为提高关税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关税上调确实会为美国企业在美国国内市场提供更多的保护，但所有相关经验证据表明，这也会给美国企业带来额外成本，包括更昂贵的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价格都会提高。此外，实际工资的和收入的下降将对消费者支出产生负面影响，还要考虑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制造业增长也将放缓。惠誉评级的评估并不支持关税大幅上调会推动美国制造业增长的观点，也就是说，特朗普上调关税并不会让美国的制造业会有什么真正的收益。财新网他问，他说，根据亚特兰大联储的经济预测，美国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萎缩，对此你有何评价？美国已经进入经济衰退了吗？也就是从第一季度来看，美国是不是已经衰退了？这个库尔顿说，他说，我认为亚特兰大联储的预测过于夸张了，消费者信心、消费者通胀预期等部分指标确实大幅下降， PMI 数据也较为疲软，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或只是对新闻的短期反应，更像是情绪指标，而非硬性经济指标的反应。就硬性指标而言，我们
并没有看到明显经济恶化的迹象。2月份的消费者支出数据出现了环比下降，但这之前2024年11月起，该数据增长都非常强劲。以3个月为单位的而言，消费者支出数据仍表现出较强增长势头。劳动力市场也没有恶化，失业救济申请并未出现激增的状况。从更广泛的一系列指标来看，零售数据等并未显示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边缘。部分推动亚特兰大联储预测模型下降的因素是美国进口的激增，企业正抢在关税上调前加紧进口商品。他说，显然进口增加会对 GDP 产生拖累，但目前尚不确定其影响是否会导致第一季度出现负的 GDP， 也就是美国第一季度是经济负增长，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惠誉评级对第一季度的增长预期相对保守，但仍然是正增长，其中一部分进口增长与估值效应有关，还有大量的黄金进口，这些并不会直接1:1的反映在 GDP 中。因此，有关美国经济突然立即陷入衰退的说法，库尔顿认为这个有点夸张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真正反映在经济增长数据上，也就是没有那么立竿见影，可能更接近今年下半年，而不是立即在第一季度就显现出来。那么财经网说，美国陷入滞胀风险很高吗？不是通胀，也不是通缩，是滞胀。库尔顿说停滞性通胀通常指零增长和高通胀并存的情况，也就是经济不再增长，但是通胀还在加剧。这个对老百姓来说那是最惨的。通胀，如果你的收入也在增长，大家的痛苦就小一点。如果是通缩，虽然大家收入也在下降，但是它物价在下降，你的痛苦也小一点。但是滞胀，你的收入在下降，你的生活成本在提高。但是库尔顿他说，美国即使考虑到对关税的假设，这个陷入滞胀仍然显得有些极端。惠誉评级对美国2025年经济增长预测仍有 1.7%， 经济没有停滞，仍在扩张中，而通胀一段时间内维持于 3.5% 到 4%， 但这种情况并非持续多年，将这种形势描述为滞胀有些严厉了。他说，尽管如此，关税上调的确会同时降低增长并增加通胀压力，美联储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两难之中，因为他们尚未完全解决之前的通胀问题，通胀率还没有回落到 2%， 而是持续高于这一水平，甚至在关税影响显现之前，近期一些通胀数据已经开始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确实增加了美联储的挑战。这个惠誉评级认为，这将导致他们推迟进一步降息，可能要到今年晚些时候，或许到10月份才会行动。这和我们此前预测相比是一个重大变化。你看，美联储的降息推迟，总体而言，更高的物价和更低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但我认为滞胀这种描述对于当前经济前景而言还是过于严苛。这个财新网说，今年3月说，美联储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并发布最新经济与利率预测。那么如何理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提到的惯性？这个库尔顿说这鲍威尔或许在谈论持续的通胀压力，加征关税会带来价格水平冲击，其会提高价格水平，但不一定会导致通胀持续上升，更倾向于暂时性的通胀。惠誉评级认为随着关税上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美联储将在明年，也就是2026年更快的降息，因为与2025年相比，2026年的关税水平将大体更加稳定，即关税上调主要发生于2025年，明年不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明年不会再有新的关税上调带来的直接通胀冲击，关税将趋于稳定，但仍然很高，美国经济将走弱，失业率也将上升。惠誉评级预计，美联储在2026年将降息2到3次。财经网又问，他说，部分分析认为，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盟友的关税举措难以长期维持，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最终受创最深的或为中国等国家。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也就是咱们说的特朗普的大棒拳拳到肉，实际上都是落到了中国的身上。库尔顿他说，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将会意识到其相关关税政策对在北美地区运营的美国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因为这可导致关税的连锁反应
这些美企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都设有工厂，其生产流程涉及大量的跨境流动，在产品最终完成之前多次跨越边境。比如一个未完成的产品在中间阶段跨越边境，如一个发动机或变速箱在墨西哥组装后返回美国，每次跨境都会被征收关税。如果这些关税不取消，这种重复征税将对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政府会做出一定让步，以避免这种连锁关税的风险。惠誉评级预测，他说对墨西哥的有效关税今年预计为 15%， 加拿大也是 15%， 但我们认为明年，也就是2026年将会降至 10%。 不过这种情况仅限于北美，不适用于欧洲或者中国，因为加拿大和墨西哥它不跟美国接壤吗？所以他们这个工厂布局导致他们的产品在美国和墨西哥或者加拿大不停的频繁的运输，进出的。惠誉评级预测对中国的有效关税率将提高到 35%。 你看这惠誉在特朗普加关税前一周接受财经采访说的，他认为对中国的有效关税率将提高到 35%。 这特朗普给他加了 34%， 说明他预测还是有点谱。库尔顿说，他说对中国的关税将长期维持，对欧洲的有效关税率为 15%， 预计也将在今年、明年甚至可能更长时间内持续。这是库尔顿的预测。那财新网就说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这个库尔顿说，他说要捋清楚并不简单，因为特朗普政府释放了一些互相矛盾的信号，但其有一个明确的核心思路，并且也已经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关于总统2025年贸易政策优先事项的相关文件中做出了清晰阐述，即进口替代，也就是美国的国产化。进口替代旨在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将美国经济从消费驱动型转向生产驱动型，提升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扩大美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并减少美国居民对进口商品的依赖。进口替代的目标似乎相当核心，而且文件中多次提到恢复、振兴和扩大美国制造业的规模的重要性，甚至将其与国家安全挂钩。但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的视角谈论某事实，就必须认真对待。我认为这确实是当前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实施关税政策的原因之一。政府似乎认为提高关税可以成为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重要工具。不过，从惠誉评级的分析来看，我们并不确定这一策略是否会真正有效，也就是美国大幅提高关税不一定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个财新网又问，他说现在马斯克试图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特朗普不担心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吗？这库尔顿说，这些削减还没有考虑到联邦就业的实际情况，这并没有下降很多，且联邦就业并不是公共部门就业的一个很大领域，更大的份额是州和地方就业。马斯克对此没有任何管辖权。他说，我并不认为大规模的财政紧缩会直接引发经济衰退，其可能性并不高。惠誉评级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过去2到3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率接近 3%， 而未来几年预计将降至 1.5%， 这是明显的放缓。过去数周内美国政府在语言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即愿意承受一定程度的痛苦。经济必须经历一段时间的困难，但最终我们会变得更强，情况会先变得更糟，然后再会好转。这个有点类似于休克疗法。特朗普在美国主动实施休克疗法。今天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说了，有很多记者问他，你看美国资本市场、美国股市跌成这样，特朗普居然说应该跌。他说我们继承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经济。总之责任还是拜登，一切都是拜登的责任，一切责任在拜登。库尔顿说，这还是在股市剧烈波动的背景之下，而特朗普政府并不打算因此调整政策，这不是我们接受的信号，而是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就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如果这是他们立场，那么即使股市出现波动，经济增长放缓，我们也不应预期他们会因此迅速调整关税政策。这个财新网又问了，他说你认可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吗？库尔顿说，我不确定，我能看到一些痛苦，就是痛苦已经有了，但是收获未必。在谈到特朗普的减税效果
还有特朗普的减税对经济的刺激和他的2017年那个减税政策会是什么样一个对比？这库尔登说，一切都很难确定。当前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激增，而这将导致企业推迟投资计划。这个是实话，你特朗普这么不靠谱，一会儿加一会儿减，一会儿推迟，一会儿又要加，对企业来说这不是个好的经济环境，所以他们要观望。你特朗普越朝三暮四、朝令夕改，企业的投资就越要延迟，因为当企业无法预知未来的政策环境时，就会犹豫不决。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政策宣布，随后又有政策反转，接着就是豁免让步，然后又有新的政策出台。在这样的不稳定环境下，企业不太可能大规模投资，所以即便推出减税政策，在当前不确定性环境下，我也不确定它是否会真正刺激资本的支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就已经宣布了，号召法国企业退出美国，号召法国企业不要在美国投资。所以说，美国这个减税政策，在它的关税政策这个之下，也是大打折扣。今晚又问了，他说：“你觉得特朗普经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会有什么影响？”德国现在也开始采用财政刺激措施。库尔登说：“是的，德国在利用财政空间方面的态度发生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惠誉评级没有大幅下调欧洲的经济增长预测的原因之一。惠誉评级预测，他说美国会对欧洲征收15%关税，这个假设相当激进，但我们仍然维持了2026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既会小幅回升至1%左右。没有下调预测的部分原因在于，惠誉评级认为财政支持将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德国最近的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计划规模相当可观，尽管我们对实际执行情况保持谨慎态度，不确定最终能有多少资金真正投入并推动经济增长，但我们认为这将带来一定的提振作用，也就是欧洲的8000亿欧元的国防开支，德国的1500亿的国防开支，这个都会对欧洲的经济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财经网他又问，他说特朗普当选后，市场预测特朗普将开启美国例外主义的第2任期，你觉得美国例外主义现在逆转了吗？这库尔登说，我认为发生的是市场对关税上调激进程度感到意外，无论是规模、速度还是范围，都远超预期。在这之前，市场普遍认为美国政府会推动放松监管、减税和财政宽松，从而支撑经济增长。毕竟在过去2-3年里，美国经济增长的表现远超预期，而令人惊喜。因此，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认为放松监管和财政刺激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提振作用。市场原本不认为特朗普会在关税问题上大动干戈，大家预计他会对中国采取措施，但并没有预料到会波及其他国家。几乎没人预料到美国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这样的措施，尤其是加拿大。然而现在市场逐渐意识到，美国的贸易政策正经历极其重大的转向，关税上调的规模、速度和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总之，这个是财经网对惠誉评级的首席经济师库尔登一个访问，一个访谈，而且这个是在特朗普加关税之前1周做的访谈。实际上就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短期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但是中期、长期，也就是1年以后，明年2026年，那影响就会显现。那对全球经济，那就是负面影响，加剧全球的衰退。我们再看身体永远健康的副总统万斯，他的观点就很好的诠释了特朗普他为什么要发展制造业，要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提升美国的竞争能力。这个说，他说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借钱来购买那些中国人制造的东西，这不是经济繁荣的秘诀。大家 If you go back a little bit, Lawrence, remember during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everybody said that Trump's tariffs were going to be inflationary back then. What actually happened? We had 1.5% inflation. We had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a generation, and we had the beginning of a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n, of course, we had 4 terrible year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But I think it's useful for all of us to step back and ask ourselves, what has the globalist economy gott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answer is fundamentally it's based on 2 principles: incurring a huge amount of debt
to buy things that other countries make for us. And to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crystal clear, we borrow money from Chinese peasants to buy the things those Chinese peasants manufacture. That is not a recipe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It's not a recipe for low prices, and it's not a recipe for good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40 years, we have gone down that pathway. We've seen closing factories. We've seen rising inflation. We've seen the cost of housing so high that most Americans can't afford to buy a home right now. President Trump is taking this economy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e ran on that, he promised it, and now he's delivering. And yes, this is a big change. I'm not going to shy away from it, but we needed a big change, Lawrence. We cannot keep going down the Joe Biden globalist pathway where we have $2 trillion of peacetime debt and deficits. We have manufacturing disappearing. That is not working for Americans. We've got to take this country in a 看视频，也是在这个万斯看来，中国买了很多美国外债嘛，那就相当于美国跟中国借钱买中国生产的东西。万斯认为这是中国在占便宜，这不是美国经济繁荣的秘诀。我记得在中国的小粉小红正能量的眼里啊，这也不是好事。你看看美国人什么都没花，拿着我们的钱买我们的东西，大家还记得这种声音吧？结果你看美国人不乐意了，对吧？万斯的观点和国内正能量小粉小红的观点居然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国内的小粉小红他认为这个对中国没好处，那万斯他认为这个对美国没好处，所以无论是万斯还是国内的小粉小红，他们本质上都是孤立主义，是要脱钩断链。我认为特朗普他发起的关税大战只是第一波，就像那个平静的湖面扔下来一个石头，一定会产生其他的反应，也就是接下来全球很多经济体之间还要采取很多关税措施，这叫连锁反应，这个也必然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全球化遭受挑战。对中国企业来说，它被迫将在东南亚设的基地要再次转移到其他国家，因为毕竟特朗普不是对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加了关税，虽然非洲加了一些关税，但是非洲还有其他国家没有加关税的，还有南美洲很多国家没有加关税。那对这些国家来说，机会就来了。中国有工厂，很多投资恐怕要从越南、从柬埔寨、老挝要迁移到那些地方去。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制造业来说，那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个地方关税低，它就往哪儿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